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语音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拼音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个怎么读？对，同学们都认识这个韵母是吧？这是单韵母里的一个我们给它加上声调以后，怎么读呢？这是二声这个呢是三声耳朵的耳，这个是儿子女儿是吧？这个怎么读？四声，对，1、2、3、4的2。好，这里没有一声是吧？为什么没有写呢？因为中国的汉字里边没有这样的字，所以这里没有写，只有耳、三个声调的字。再看一下这个词，我们经常遇到是吧？图书馆在哪儿？就在那儿是吧？办公室在哪儿？宿舍在哪儿？这个时候都会用到哪儿，你不能读哪儿是吧？其实这个哪儿呢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一个是哪，单独在的时候哪，第二个呢是是吧？第二个是他们俩加在一起怎么读呢？哪儿。那同学发现什么东西没了呀？这个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下面我们就学习和前面的字在一起变成儿化音的时候都怎么读？第一个韵尾是啊、喔、乌的时候，什么意思呢？同学们看一下啊，韵尾就是前面这个字的最后一个音是啊、喔、乌这样的时候，和在一起变成儿化音的时候，这个怎么样啊？没了是吧？没了，变成哪儿，跟着老师读哪儿。车，小车是吧？大车，这个呢窝是吧？这个叫窝，这个字读窝，加儿化音后窝。兔子的兔加上儿化音以后变成兔。这是猪加上这个字变成儿化音，怎么读呢？猪是吧？猪，这里全部的没有了是吧？直接读哪儿，车，窝，兔，猪。好的，再看第二个，把这三个都排出来啊。第二个呢，韵尾是一和 n 时，就是最后的这个是一 n 的时候，后面有儿化加上字变成怎么样呢？怎么读？盖儿。同学看一下，这个红色的和这个都没了，读成盖儿是吧？不能读盖尔是吧？盖尔
贝尔、神儿这样读就错了。在口语当中是读盖儿、贝儿、婶儿，是吧？婶儿，同学仔细听，盖儿、哥、阿尔，盖儿，没有了一和贝儿、儿，是吧？没有杯的一，这个也没了，就读的是前面的贝儿、婶儿，来跟着老师读，盖儿、贝儿、婶儿。好的，自己多练习啊。第3个，韵母是阴和晕的时候，来我们看，阴、晕，是吧？鸡、七、西，后面是吧？晕，这个吁没有了，是吧？这个注意，韵母是阴晕的时候，后面阴晕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丢掉韵尾，就是后面这个红色的 n 没了，是吧？加上怎么读呢？今儿，是吧？皮筋儿、今儿、鸡儿，是吧？今儿，这是劲儿，很有劲儿，是吧？劲儿，这个呢叫群儿，是吧？它本来是读群儿，是吧？但是有了读儿化音，读的时候就群儿，它的裙儿真好看，就是它的裙子真好看，裙儿，是吧？好，跟着老师读，今儿、劲儿、裙儿。好的，接着看，韵母是一和吁的时候，这个是最容易了，是吧？韵母是一和吁的时候，这个就不变，直接加儿一起读，看，咪儿，那怎么读呢？米儿、小米儿、大米儿，糯米儿，米饭的米啊，米儿。这个呢，鱼儿、小鱼儿，是吧？我们学过小字，小鱼儿、小米儿，来跟着老师读，米儿、鱼儿，鱼和儿啊，鱼儿。好，第5个，同学看一下啊，韵母是前一后一的时候，前一后一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红色的这个韵母就是一，前一后一没有了，这里呢，看前一后一没有了，然后直接加上儿。同学们还记得什么是前一吧？前一是 z、c、s， 这个一韵母是前一，后一是 zh、吃、诗，后面的这个一是后一。那好，他们读成儿化的时候，那后面带着儿变成儿化的时候怎么读呢？丝儿，这个一都没了啊，一都不读了，丝儿、滋儿、子儿，这个声调不变，声调都是原来的这个声调啊。跟着老师读，丝儿、子儿、事儿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事儿吗？我们经常会这么说，也可以说你有事吗？但是口语当中说
你有事儿吗？事儿，出事儿了，事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汁儿，汁儿，或者是我们说就在那儿，就在这儿，是吧？这儿。再看第6个，第6个最后的韵母是什么呢？最后的韵母是的时候啊，的时候，空就是后鼻音，同学看一下，空，邓，这个读空，邓，黄，刚，瓮，后面加上儿啊，都加上儿就变成儿化音。那么这个变成儿化音的时候怎么读呢？就变成这样，看啊，丢掉后面的这个没了，然后后面的儿子的这个也没有了，变成这样。然后呢，这个中间这个呢读成后鼻音。跟老师给你们读一下啊，空，你有空吗？空，是吧？空，凳，就这个鼻化变成后鼻音读起来，这个凳，黄，黄，刚，刚，瓮，瓮，这个声调不变啊，声调不变。那读的时候，空，凳，黄，刚，瓮，有空吗？这有个小板凳，小黄啊，缸，我有个缸，红色的缸，喝水的啊，瓮，水瓮。以后遇到这样的词呢，就这么读。最后一个，看一下啊，最后一个韵母字，也就是最后的字是应的时候，应，就这个应的时候呢，没有了，然后直接加上读的时候就是影，看啊，你不能读啊，这个儿化变成鼻化。影，电影，五星，星，这个都得加个字是吧？影，星，来跟着老师读，电影，电影，五星，五星。好，下面我们做一下练习啊，发音练习，跟老师一起读。这个怎么读？这个呢，儿子，是吧？儿子，这个怎么读？女儿，是吧？因为有一个隔音符号，是吧？有一个隔音符号，因为后面这个是开头的，所以必须有个隔音符号。女儿，耳朵，耳朵，看这儿。老师在哪儿？老师在这儿，是吧？这儿。图书馆在哪儿？图书馆在那儿，是吧？哪儿？那儿，是吧？玩手机，玩。来跟老师读。儿子，女儿，耳朵，这儿，那儿，哪儿，玩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一个，这
后面加上它变成儿化音以后怎么读呢？这儿是吧？这儿，那加上儿字变成儿化音以后怎么读？那儿，哪，哪儿，玩，玩儿。看同学们，玩的 n 没了是吧？这个呢，哪儿，哪儿，这个没有了，哪儿，这，这儿是吧？这儿，好，接着读，画变成儿化音以后怎么读？画，画，意思变了是吧？这个是画，变成儿化音就变成画，批准是吧？画。第6个，盖，盖变成儿化音盖儿，意思就不一样了，盖儿。第7个，天变成儿化音天儿是吧？天儿。好，第8个，信变成儿化音信儿，信儿是吧？好，跟老师读画，盖儿，天儿，信儿。好的，再接着读。这个同学都会读了是吧？二，二，1、2的2是吧？二，儿，儿子的儿，耳，耳朵的耳。好，第3个，花，第一声读第一声的时候是花，4声的时候呢，画，画。第4个，玩，2声的时候是玩，玩手机。这个呢，碗，碗，吃饭的碗是吧？第5个，子儿，子儿，字儿是汉字的字儿，汉字儿是吧？汉字儿，子儿。第6个，词儿是吧？词儿。不能读呲儿，读成词儿是吧？词儿，这个呢读成刺儿，刺儿。好，跟着老师读啊。二，儿，二，耳，花，画，玩，碗儿，子儿，字儿，词儿，刺儿。好了，读对了吗，同学们？接着看，读一下，男孩儿，boy 是吧？男孩儿。这个呢，女孩，女孩，再读这个，读什么？小孩，小孩，这个怎么读？一会儿，应该是4声啊，一会儿，读这个。这个不是儿化音，怎么读？教室。这个呢，医院。这个呢，操场。这个呢，礼堂。这个呢，法国。这是一个国家的名字，所以呢，
前面这个字母是大写的，这个也一样，俄国是国家，所以呢前面这个是大写的俄。英语这是名词，所以是前面是大写的英语。这个是日语，这也是名词，所以这个是大写的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今天主要给同学们讲了儿化音，儿化音，你们会读，多读，熟悉就可以了啊。好，下面这个呢，都是我们口语课当中学过的词，同学们都认识，是吧？你们都认识这些词，那么这些词呢，都可以读成儿化音啊，儿化音。老师给你们读一遍，这是作业练习发儿化音。老师给你们读一遍，下课以后你们自己读，自己练习啊。好，书包、面条、矿泉水儿，一瓶矿泉水儿，哪儿？那儿？这儿？宿舍？一下？人儿？号码？解闷儿？名片儿？售货员儿？4号。今天几号？今天5月31号，是吧？明天几号？明天几号，是吧？明天6月1号。见面儿，天天儿，我们天天学习汉语，天天很热，是吧？校园儿，北边儿，南边儿，东边儿，西边儿，是吧？办公室的西边有什么？前边有什么？后边有什么？左边是什么？右边、里边、外边、旁边，是吧？这都是我们学过的方位名词，都可以变成儿化音。饭馆，饭馆，口语当中就叫饭馆，去饭馆吃饭。照片，照片照得真好，是吧？对面，对面，电影，看电影。上边，下边，是吧？上边穿着红色的衣服，下边穿着裙子，很漂亮，是吧？台灯，是吧？台灯，我有一个台灯，一块儿。我们一块儿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眼镜，是吧？戴眼镜。好的，下课以后同学们自己多读多练啊。好嘞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学到这儿，再见，同学们。